買錶呢件事，每個人喺唔同嘅場合都有唔同嘅心水。去正式場合見客，你可能會帶隻斯文啲嘅機械錶，但如果講到去戶外做運動或者做嘢要上山下海，完全唔使錫住，點撞都唔心痛嘅粗大手選，我相信10個有8個朋友仔 collection 入邊總會有一隻 Casio 嘅 G-Shock。好多人平時只係當佢係一隻好普通嘅電子錶，甚至覺得佢只係一嚿膠。但你有冇諗過佢當初點樣由 Casio 旗下一個差啲胎死腹中嘅副線計劃，變成今日連頂級拍賣行都見到佢蹤影嘅鐘錶傳奇？今日我哋一齊嚟了解一下呢一隻膠錶背後嘅故事，睇下佢當初點樣用一個皮球徹底改變成個鐘錶界。講 G-Shock 之前，一定要講佢母公司 Casio 嘅背景。呢一個日本品牌靠研發出全世界第一部純電子計算機而震撼世界。Casio 最強嘅基因就係將呢一種數碼電子技術做到最精準、最耐用，而且價錢大眾化。去到1981年嘅有一日，當時喺 Casio 負責腕錶外部設計嘅伊部谷雄唔小心將佢爸爸送俾佢嘅機械錶跌咗落地，伴隨住一聲清脆嘅玻璃碎裂聲，隻手錶直接散晒。呢一件事成為咗一切嘅起點。伊部谷雄望住呢一隻跌爛咗嘅手錶，下定決心要做一隻非常堅固、跌唔爛嘅手錶。其實喺當初嘅鐘錶界，手錶被視為極之脆弱嘅精密儀器，輕微碰撞都隨時會壞。伊部谷雄向高層遞交咗一份完全顛覆咗呢一個概念嘅計劃書，幫團隊定下咗3個喺當時睇嚟簡直係瘋狂，內部稱為 Triple 10嘅研發目標。第一，要有100米防水；第二，舊電池要用到10年；第三，隻手錶要能夠承受由10米高空直接跌落石屎地都唔會損壞。為咗呢一個目標，伊部谷雄帶埋成隊研發小組，日日拎住最新做出嚟嘅 prototype， 走去 Casio 研發大樓3樓個廁所窗口，直接將隻手錶掟落出邊嘅石屎地。大約2年嘅時間，佢哋掟碎咗超過200隻 prototype。唔理外殼加到幾厚，入邊嘅石英晶體一跌就爛，研發進度陷入死局。直到有一日，伊部谷雄萬念俱灰咁去咗公園散心，見到幾個小朋友喺度拍皮球，佢睇住個皮球彈下彈下，靈光一閃，佢發現無論個橡皮球出邊點樣大力撞擊地面都好，皮球嘅核心其實係完全接收唔到個直接撞擊力嘅。就係呢一個畫面徹底改變咗鐘錶界。佢衝返去 office 幫 Casio 寫下咗最重要嘅一個技術專利——中空結構。佢哋放棄將機芯硬生生咁固定喺手錶入邊，相反，佢哋將最核心嘅晶體只係靠幾個好細、具有彈性嘅橡膠點，將佢浮喺個錶殼中間。當隻手錶受到衝擊嘅時候，外殼會吸收衝擊力，緩衝物料會即時變形，但入邊個核心就因為係浮緊，完美咁避開咗猛烈嘅衝擊。不過好多人以為 G-Shock 最終完美實現咗當初嘅 Triple 10，其實翻查資料，1983年正式面世嘅第一隻 G-Shock 型號 DW5000C， 佢嘅最終成品規格其實同當初嘅目標有少少出入。佢嘅防水超越咗目標，做到咗更強嘅200米防水。而防震方面，就係通過咗 ISO 同 JIS 標準嘅1米自由落體撞擊測試。至於電池壽命，最終嘅成品係7年。雖然同最初嘅目標有少少出入，但係呢一個規格已經足以顛覆成個鐘錶界對手錶嘅定義。好多朋友會覺得 G-Shock 嘅款式多到眼花繚亂。其實 G-Shock 嘅世界主要由5大 iconic styles 開始演變。首先就係大家最耳熟能詳嘅5000系列，保留咗1983年初代 DW5000嘅規格，採用全不鏽鋼外殼配上螺絲旋入式底蓋，有種紮實嘅質感，成隻錶亦相對比較重。第二款係5600系列，改用咗樹脂內殼同4粒螺絲固定嘅金屬片錶背，夠薄夠輕，幾百蚊就有交易啦，係全人類嘅粗大首選。第三款係6900系列，
呢個係90年代香港街頭文化嘅潮流神話，標誌性嘅3個圓形液晶小盤，大家一見到就知道係經典嘅3眼仔。10系列，立體指針配埋數碼雙顯示嘅雙顯大圓殼，充滿機械感，係街頭曝光率極高嘅長青款式。2100系列，憑住前衛嘅八角形標圈，被大家笑稱為農家橡樹，成功將高級運動錶嘅時尚感帶入膠錶界。講完呢5大標誌外形之後，你要知道依家嘅 G-Shock 其實已經由傳統嘅膠錶進化出3大層次。第一層金屬化進化，有 Full Metal 同埋 G-Steel， 將大家最熟悉嘅方塊或者橡樹全隻換上不鏽鋼或者鈦金屬外殼，好似大熱嘅金銀方塊，即係大家講嘅小方磚，將街頭風直接推上紳士精緻感。而 G-Steel 就係金屬標圈配樹枝標身，專為返工配搭 Smart Casual 而設。第二層係職業級嘅海陸空，即係 Master of G 系列，專為極限職業設計，將大圓殼結構推向極致。海陸嘅代表有不對稱標殼，具備 ISO 認證嘅潛水神話 Frogman， 同埋全標金屬部件採用防鏽鈦金屬打造嘅 Golfmaster。陸路代表就有防泥沙、外形霸氣嘅 Mudman、Mudmaster， 同埋內置3重感應器，專為野外求生而設嘅 Rangeman。空路代表就有抗離心力嘅 Gravity Master。第3層頂級奢華天花板，有 MTG 同 MRG， 呢個係日本山形工廠頂級生產線打造嘅高階製錶，將 G-Shock 由傳統嘅膠錶推向奢侈品同收藏層次。首先 MTG 系列，佢核心主打金屬同樹脂嘅複合構造，近年更加大量運用碳纖維外殼，將高科技嘅材料殼玩到極致。而最高峰嘅 MRG 系列，更加係直接打破咗傳統嘅階級，全隻錶由日本大師級工廠用全鈦金屬同高端製錶工藝打造，就好似最新推出嘅30週年限定款咁，以極地冰海為靈感嘅冰藍色 Frogman。完整型號係 MRG BF1000EB1AJR， 除咗主要組件都用上鈦合金之外，錶圈更加採用咗超硬合金 Cobonium 製造。錶圈嘅漩渦狀黑面切割係由寶石切割大師小松一人以人手精心打造，全球限量800隻，日本定價121萬日元，折合大約6萬蚊港幣。片長所限，呢度只可以大約咁講。如果大家有興趣再深入探討，記得留言話我知。講到呢一度，大家可能會覺得 G-Shock 始終都係流行文化或者大眾化嘅街頭錶，但其實喺全球嘅收藏界， G-Shock 早就打破咗呢個框框，甚至走入咗高級拍賣行，身價完全顛覆大家嘅想象。你以為 G-Shock 最多只係幾萬蚊？Casio 喺2019年做咗一件震驚成個鐘錶界嘅事。為咗慶祝 G-Shock 35週年，工程師團隊用18K 純金打造咗一款全球限量35隻嘅純金方塊，型號叫 GD5000。呢一隻錶當時官網定價就要接近60萬港幣。更加誇張嘅係，去到2023年底，菲利斯拍賣行喺紐約拍賣咗一隻由 AI 參與設計、全球唯一一隻嘅18K 黃金 G-Shock 概念錶，型號係 GD001。呢一隻錶現場落取價就高達315000美元，而最終連埋佣金嘅成交價係超過40萬美元，即係大約港幣312萬。一隻電子錶喺頂級拍賣行拍出超過312萬嘅港幣天價，呢個證明咗喺真正嘅收藏家眼中， G-Shock 早就超越咗普通工具嘅層次，佢嘅設計概念同埋歷史地位已經獲得咗成個高級鐘錶界嘅最高認可。不過聽完故事，最後亦都要同大家分享一個殘酷嘅現實。如果你手上面都有一隻戴咗好多年嘅 G-Shock， 有一點你一定要特別小心，因為呢一個係好多朋友仔同我自己嘅真實血淚經驗。G-Shock 雖然喺防震、防水方面非常強悍，但佢始終有一個金屬錶唔會有嘅致命傷，就係樹脂老化。好多人以為只要唔戴，放喺收藏盒入邊就安全，
但其實樹脂有一種無可避免嘅宿命，叫做水解。只要時間耐咗，空氣入邊嘅濕氣、紫外線或者以前殘留嘅汗水酸性會慢慢破壞膠錶嘅結構。結果就係，就算你完全唔帶放喺度，過咗10年8年，一拎出嚟，手錶外殼會無端端自動碎裂解體，就好似我手上呢一隻咁，得返棚骨。又或者會發生喺幫隻 G-Shock 換電嘅時候，只要個螺絲批一用力扭，你隨時會睇住成個外殼喺你面前碎成幾塊，連螺絲位個窿都直接崩埋。呢啲就係玩膠錶嘅代價。膠錶過咗年期，個外殼老化起嚟係會直接壽終正寢。所以大家如果想幫隻舊嘅 G-Shock 換電，千祈唔好夾硬用蠻力啊！今集講住咁多先。G-Shock 其實仲有好多嘢等住大家發掘。大家人生中嘅第一隻 G-Shock 又係咩系列？又或者你隻錶有冇試過解體？留言話俾我聽啦。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我哋下集見。